翻嚟第二節嘅大明大放。嗱呢一節咧，不如黎廣德，我哋就研究下啦。嗱，你賺咁多錢，就因為多多少少都同個票價有啲關係啦。雖然就話即係佢嘅賣樓收益或者即係物業咧都係有貢獻，冇錯。咁但係咧可加可減機制咧，就自從咧即係呢個董建華特首年代開始嚇，即係呢個嘅研究實施啊，一路以嚟咧，其實都被詬病啦。因為點解咧？除咗頭嗰2年冇乜點喐之外咧，然之後咧一路都係加㗎，咁啊都未減過乜滯。咁啊呢一個嘅政策，你個人覺得有冇啲咩可以即係修改，或者你睇唔睇到啲有冇啲乜嘢嘅可以值得同大家提一提嘅地方？嗱，我覺得就從呢一份嘅中期報告咧，都可以睇到咧，政府咧係對於呢個可加可減嘅機制係好鬆手，仲有空間咧可以收緊嘅。嗱，點解咁講咧？嗱，首先大家要知道可加可減機制係點先，即係佢基本上咧係按照通脹就有一個數啦，每年通脹嘅數啦，然後咧即係減翻一個所謂生產力嘅因素即係目前用嘅生產力因素咧就係0.6%嘅啫嚇。換句話講咧，佢就假設咧，即係港鐵咧可以生產力提高0.6%，所以就加少0.6%啦。嗱，咁我哋就研究下0.6%呢個究竟係緊啦，抑或寬咧咁樣嚇。咁我睇呢個今次呢個中期業績咧，有個好有趣嘅現象。嗱，正如你一開場嗰度講啦，其實就乘客量咧係增加咗3%嘅嚇，但係咧佢嗰個票務收入咧係增加咗成6.5%嘅。嗱，另外仲有第3個數字好重要嘅，就係話佢其實嗰個支出係少咗2%嘅。換句話講咧，佢嗰個生產力咧係提高咗2%。係攣低咗2%。係啦，攣低咗2%。哇！犀利嘅政府喎，政府要2年先做到喎。嗱，咁其實佢好多空間嘅，佢唔係淨係人工嘅嚇，即係譬如話你嘅效率高啲啊，等等啊，即係啲軟件嘅即係質量提高等等啦。咁佢攣低咗2%，但係我哋咧喺個可加可減嘅機制裏邊咧，只不過咧係扣佢0.6%啫喎。換句話講咧，仲有1點幾嘅%咧，我哋冇扣到嘅嚇。咁呢個咧亦都可以從剛才我講嗰個票務收入咧係6.5%。增長咧係遠遠大於嗰個乘客量嘅增長3%，呢度睇到出嚟，所以有個差距喺度。呢個差距咧，我計過咧，就形成咧佢今年係賺多咗2億5千萬嘅。咁會講2億5千萬咧，其中有相當部分咧，其實係政府可以係將呢個可加可減機制裏邊調整，將佢收緊翻。因為既然佢可以係即係咁有效咁樣慳到每年慳到2%啦。咁點解我哋淨係扣0.6%咧？咁呢個係一個好大疑問。我希望即係立法會都可以研究下呢個問題啦。陳恒鑌嗱，你未研究呢個問題之前咧，其實我仲有一個附加問題想問就係港鐵咧，其實有另外一個咧，即係非常之特別嘅地方就係咧，佢嘅人手嗰個嘅流動性咧，或者可以話咧，佢嘅人手嗰個比例咧，其實外界一向所知唔多。即係究竟佢係人手好充裕啊，定係好緊張？因為如果我哋就咁睇佢盤數，只不過係得一啲嘅數字喺度。你作為立法會議員，你又聽唔聽到多啲嘢咧？我哋好多時都希望港鐵交多啲嘢俾我哋睇嘅，咁但係咧，其實我哋所睇到嘅嘢都相當之有限嘅。咁譬如話，我哋好想知道佢過去嗰段時間係用咗幾多錢喺 maintenance 啊，甚至乎我哋過去問咗好耐，喂，點解架車咁逼？究竟你1平方米係企幾多人嘅話，呢樣嘢都問咗好多年。咁先最近先俾我哋嘅，即係其實港鐵咧就已經牙膏咁擠下咁啊，擠一下就可能出少少，擠下出少少。咁至於啲數咧，其實我覺得佢係揾咗啲精算師計到盡。其實港鐵呢種咁嘅形象係最差嘅，市民就唔即係覺得喂，大佬，我哋每日都要答你㗎啦，都焗住答㗎啦，成個政策向你傾斜㗎啦。咁傾斜晒俾你，你使唔需要同我哋信到咁盡啊？喂，有啲嘢你賺多咗錢嘅，可唔可以做翻多少少嘢？譬如啲廁所咁樣。喂，而家點解冇廁所啊？點解即係九鐵可以有廁所，港鐵可以冇廁所？而家應該係可以做得到嘅嘢，佢唔做。跟住咧，啲月台幕門做好多年都未做到嗰啲地方嘅。跟住咧，仲有啲 lift 啊、扶手電梯啊，有啲地方可以做，佢都唔肯做嘅。嗱，你講咧頭先講嗰個咧，即係嗰個幕門問題咧，我即刻諗起其實以前收咗個1毫紙㗎每尺。係啊。不過嗱，嗰度唔講住啦。即係黎廣德嗱，如果根據陳恒鑌頭先嘅講法咧，其實我即刻諗到個問題就係你睇港鐵咧，其實嗰個所謂嘅
即係精算師嗰個形象啦嚇。當然就即係我自己都覺得係真係幾明顯嘅。不過咧，點解如果係咁嘅話，點解佢唔即係嗰個嘅整體嗰個嘅運作仍然出咁多事咧？究竟有冇啲其他嘅原因咧？即係令到咁多延誤，尤其是喺今年嚟講，其實頭嗰7個月咧就已經有97單㗎啦。咁咧係真係。我唔知佢會破紀錄啦，因為過去佢或者有啲未必需要報啦嚇，咁但係確實係高嘅喎。嗱，我覺得佢個管理上邊咧，的確有啲鬆懈咗嘅嚇。嗱，因為雖然咧，即係港鐵當然有啲線，譬如你話荃灣線啊，或者港島線都好多年啦，係咪？咁自然會有啲老化嘅跡象。嗱，但係喺一個鐵路系統咧，即係老化唔係一個問題嚟嘅，因為我哋咧有啲所謂咧，即係預防性嘅維修保養嘅即係呢啲即係制度咧喺晒嗰度嘅。換句話講咧，其實我哋每一個零部件咧，你可以預測到咧，佢究竟咧，譬如用2年，因為3年應該要換噶啦咁樣嚇。咁但係如果你唔係提前去換嘅話咧，當然你出事先換，梗係造成嘅延誤啦嚇。咁港鐵咧，其實佢營運咗咁多年咧，對於呢啲資料咧係應該掌握得非常之準確嘅嚇。咁所以如果佢仍然都會而家大家睇到嗰個即係出事率咧會高咗咧，呢個就我覺得係同個管理係有好大問題咯。陳恒鑌有冇啲咩？我同啲前線嘅人員傾過，其實佢哋都好努力嘅。咁但係咧，即係硬係覺得嗰副機器好大嘅，有啲嘢咧想向上面去呈報咧係好困難嘅。上面咧又好努力，好想做啲嘢嘅，咁但係硬係咧溝通唔到、對接唔到嘅。咁呢樣嘢我覺得咧，港鐵即係有必要係嚟緊會有個大嘅轉換啊，或者係有個大嘅動作咧，睇下可唔可以，即係可能以前啦，即係未合併之前，可能好多個唔同嘅總監睇唔同嘅嘢，咁但係合併咗之後咧，佢其實個上面係好瘦嘅，下面係反而好大嘅。佢上面咁瘦嘅嘢，可唔可以管下面咧？定係中間有啲中層係將佢分開去幫手去管每一個部門，會令到成個溝通會暢順咗。嗱，不過咁我哋從另外一個角度睇啦，即係因為嗱，港鐵咧其實佢嘅最大股東係政府啦，咁政府亦都咧即係運輸及房屋局咧亦都有代表裏邊啦嚇，咁係佢董事會成員嚟㗎。咁政府其實有一個咩嘅角色喺港鐵上邊咧？大家覺得，或者嚟講得答先。嗱，政府其實有2個唔同嘅角色嘅。一個就作為股東，另一個咧作為監管者嚇。其實應該仲有第3個添，第3個作為客戶添嚇。譬如好似高鐵咁樣，政府係做一個業主咁樣委託佢做嘢啊嘛。咁你話可能作為股東有咩角色咧？嗱，股東嘅角色其實就好重要嘅，因為大股東咧，你就可以係委任一啲董事啦，同埋特別咧係可以委任呢個主席。董事會主席嚇，我哋而家睇到港鐵嘅問題，譬如話佢係喺海外過度擴張咁嘅問題，呢啲咧就唔係一個管理層嘅問題，係一個董事會管治嘅策略嘅問題。如果政府委任嗰個主席咧係好清晰港鐵嘅責任，特別係包括作為一個公用事業嘅責任嘅話咧，佢唔應該咧係採取呢啲策略嘅。咁所以喺從呢個角度嚟講咧，我覺得政府係有責任。當然另外一個責任咧，作為監管者啦監管者咧佢就應該係譬如話，剛才我哋講到制定呢個可加可減機制嘅時候點解咁鬆手咧你0.6% 就算數啦，咁樣點解唔係提高呢個生產力嘅因素去到1%啊咁等等咧咁樣？咁呢個咧就睇下政府自己有冇牙力咧，係即係代表公眾利益去爭取最好嘅條件咯。陳恒鑌，據你了解，其實即係譬如運房局佢哋嘅即係董事，究竟過去喺即係港鐵裏邊係一個咩角色㗎？我曾經問過呢個問題，問下周大滄先生，我話喂，究竟港鐵喺同你哋係咩角色啊？佢哋係搞唔清楚嘅。咁究竟係咩角色？佢答我係咩咧？就係we are partner，佢哋係 partner 嚟嘅。咁但係事實上咧，其實大股東嘅角色好重要啦，咁但係政府另一個角度咧，就係你其實係一個監管者，咁你有冇行使你監管者嘅角色？而喺成個港鐵咧，其實最重要嗰個人咧，未必係個主席，反而咧係個行政總裁。咁過去大家都知道，韋達誠先生佢個運作模式咧，就係有嘢賺到盡，有嘢做到盡嘅。咁所以咧，我哋會覺得港鐵咧喺佢管治之下咧，所有嘢都去到盡。希望換咗呢個行政總裁咧，會係令到港鐵咧係全新有一個面貌對人。嗱，不過咁即係換行政總裁咧，就其實咧我都喺度諗過呢個問題，因為點解咧？其實韋達誠咧，佢以前咧就曾經喺紐約咧都管過鐵路㗎。係。咁佢係個鐵路專家，但係佢唔係一個起鐵路專家嚟。冇錯，冇錯。咁所以都頗為有趣，因為佢今次落台嘅原因，好大程度因為起鐵路就唔係營運條鐵路。咁不過咁
我想問下一個嘅行政總裁呢個位置，大家覺得有冇啲乜嘢嘅即係必備嘅條件？嗱，而家個處理行政總裁都唔係起鐵路專家嚟嘅，嗰個計數專家嚟㗎。係啦，所以呢個咧就嗱，我自己咧就唔認為咧行政總裁嗰個咧係一個即係要負擔唯一嘅責任嘅。我覺得董事會本身咧係好大責任㗎嚇，因為行政總裁咧就執行董事會嘅策略嘅嚇。咁當然喺管理層上邊咧，今次我哋見到港鐵咧就成立咗一個咩工程委員會啊嘛，就喺呢個董事局下邊啊。咁我覺得呢個係好事嚟嘅嚇，但係咧即係當然佢呢個仍都係一個內部嘅安排啦。咁至於工程委員會係咪真係可以掌握到工程咧？而家其實我仍然都冇信心㗎。你因為咧係從高鐵呢件事件咧，到今時今日咧，港鐵都仍然未肯將成個問題，包括佢管理嘅問題咧，攤開俾我哋知道啊。咁所以仍然都有啲地方係遮遮掩掩嘅。咁如果佢遮掩嘅時候，好明顯咧，就未曾揾到一啲即係最終嘅解決辦法出嚟咯。陳恒鑌，你對呢個新總裁有咩期望？新總裁咧，我覺得係要做好兩嘢嘅。一樣嘢咧，就當然起好啲鐵路啦。而家仲有條沙中線呢，嗰個無底深潭嚟嘅，大家都唔知道最終會蝕幾多嘅，可能係百幾200億都唔定嘅。咁但係呢，另一方面呢，就係要改變港鐵呢種同樣樣同市民算到盡呢種形象，呢個先係最重要。好啊！究竟港鐵咧未來嗰個嘅行政總裁係邊個咧？嗱，暫時咧就即係我哋都冇內幕消息啦。不過咧，確實咧今日兩位嘉賓咧都講咗佢哋對於港鐵嘅期望。咁究竟港鐵喺嚟緊下半年嘅業績又點咧？就幾個月後咧就會知道啦。咁到時會唔會又惹嚟另外一番咧對於可加可減機制嘅爭議咧？到時先知道。好啦，今晚時間差唔多，聽日再同大家大明大放，拜拜。